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阿 Wing， 好多謝你有返嚟探我。通常喺英國超市裏邊都好易揾到一啲嚟自亞洲嘅煮飯用嘅調味料，亦都揾到好多由超市或者本地英國公司出品嘅調味料，而且價錢一啲都唔貴。今日就想同大家試下，究竟喺超市裏邊揾到嘅調味醬油，佢哋嘅質素、味道如何，入唔入到口呢？由於我屋企呢一啲都唔近 Morrison 同埋 Asda， 所以今次就試唔到佢哋出品嘅醬油啦。但係喺我能力範圍之內揾到嘅，我就全部都搬晒返嚟啦。而且呢條片出嘅產品呢，好多都係我第一次試，有幾樣真係好有驚喜，所以要睇到尾。今次試咗兩款超市出品嘅蠔油，第一款來自 Tesco， 成分得 0.3% 係蠔，主要成分係大豆同埋3種唔同嘅魚類，分別係鱈魚、波洛克魚同埋黑線鱈魚，質地非常之稀，似水多過似汁，味道一啲都唔似蠔油，得個鹹字。之後就試埋 Sainsbury 出嘅蠔油。呢個蠔油嘅成分相對比 Tesco 嘅簡單得多，裏面含有5% 蠔，其餘就係糖、水同埋粟米粉。蠔油喺馬來西亞度做包裝，佢嘅質地相對係結嘅，燉咗好耐先燉到少少，而味道亦都比頭先 Tesco 嘅較正宗，不過都係欠缺鮮味。我發覺呢兩支蠔油都淨係適合係煮完餸之後淋上面，唔適合加熱。預熱呢就會即刻好快變咗做水，所以就冇晒啲味道。試完蠔油試油。首先因為屋企唔用老抽生抽，平時只會用萬字醬油，咁所以今次呢淨係試咗一支啫。首先睇下個包裝，佢個窿咁細，睇嚟都唔係愛嚟煮飯，係愛嚟點嘅啫。成分含有 20% 嘅大豆，其餘嘅就係糖、鹽同埋竟然有焦糖。冇 E number， 但係有防腐劑。我就攞咗我支萬字醬油出嚟比較，覺得兩隻顏色都非常之接近。Tesco 嗰個味道比萬字醬油鹹好多，亦都冇萬字醬油有咁多層次感。Tesco 嗰隻呢就比較單味嘅，得個鹹字，但係豉油味道一啲都唔服。如果唔係我哋點壽司，Tesco 呢隻呢煮飯啊、醃肉呢我都覺得好 OK 喎。之後試嘅係海鮮醬。我發覺喺英國超市最易揾到嘅就係海鮮醬，而且有好多牌子，所以今次一試就試咗3支。首先試嘅係 Sharwood 係一個英國公司，平時喺超市見得最多嘅呢，就應該係印度相關嘅食物啦。今次試下佢嘅海鮮醬，竟然有驚喜，佢係泰國製造。睇返普通海鮮醬嘅成分，通常都係醋、五味粉、甜番薯粉同埋麻油、辣椒同埋蒜蓉，但係呢支就加咗番茄醬同埋洋蔥，味道一啲都唔似海鮮醬。呢個偏酸，如果再加多啲喼汁呢，簡直可以當佢係 OK 汁啊！呢個酸酸甜甜咁，好嘢味，我自己幾中意。之後就有 Sainsbury 出品嘅海鮮醬，都係喺馬來西亞包裝。呢支海鮮醬嘅成分以大豆為主，含有12%。佢成分同一般嘅海鮮醬裏面嘅成分都係差唔多。其實呢一個比我哋認知嘅海鮮醬味道係偏淡，但係都幾接近。因為佢含有12% 嘅大豆我覺得好似食緊麵筋味嘅海鮮醬，好重嘅豆味。我覺得呢個味道有啲似喺香港食豬腸粉點嘅甜醬，但係佢就冇我哋認知嘅海鮮醬味道嘅咁甜咯。喺其他片都有講到 Blue Dragon 係一間英國70年代起家嘅公司，專賣亞洲尤其東南亞食品為主。呢支海鮮醬由泰國製造，係咁啱喺 Ocado 買呢支就係擠出嚟嘅。平時喺超市見到嗰啲通常都係就咁倒出嚟嘅啫。呢支大豆成分含量最高，竟然達 22%， 但係醬汁一啲豆味都冇喎。雖然包裝紙上面寫住小辣，但係就一啲辣味都冇。3款之中呢隻最接近我哋認知嘅海鮮醬，我就將3隻拍埋一齊俾你睇下佢哋嘅顏色。Blue Dragon 嗰個其實味道係偏鹹嘅，我覺得佢係似一個加咗蠔油嘅海鮮醬。除咗第一隻 Sharwood 似 OK 汁之外，另外嘅2隻嘅味道都唔及我哋平時食開李錦記嘅味道甜。
我自己平時呢，其實係買開李錦記嘅海鮮醬，不過其實試完呢兩隻之後呢，除非你中意李錦記嗰個甜味啦，否則呢，我覺得呢兩隻呢都好適合噶啦。其實又是 Blue Dragon 嗰個，之後試埋 Blue Dragon 出嘅魚露，都係泰國製造，成分含有提魚精華、糖、鹽同埋水，一開蓋就已經聞到好香嘅魚露味。我自己呢，有一支係已經擁有 N 咁多年嘅魚露，都係泰國製造。之前呢，係喺啲亞洲超市度買嘅。咁睇返兩支一齊嘅對比啊，顏色呢就係亞洲超市嗰支深，不過唔知係咪因為 N 咁多年噶啦，咁所以可能越擺越深色嘅。不過味道呢，兩支係完全冇分別啊。所以如果大家需要魚露嘅話呢， Blue Dragon 係一個好好嘅選擇。嘉樂士雞粉喺英國賣好貴，咁有冇其他選擇呢？今次呢，就試咗由瑪莎出品嘅濃縮雞湯，雞湯精華係水狀，用4個茶匙溝1派，即係大約570毫升嘅熱水。英國出品，成分呢就係雞肉、雞骨同埋雞嘅肥膏，不含任何化學成分。咁我自己就冇跟足個指示嘅，咁就純粹咧用一啲唔係好滾嘅熱水溝開佢嘅啫。所以呢個溝開嘅功夫咧都做得好馬虎，係純粹俾大家睇下溝咗之後個顏色。味道咧就唔似家樂牌雞粉嘅雞湯，亦都唔似如果你攞啲新鮮雞然後自己熬出嚟嘅雞湯味。不過呢個味道係幾好嘅，我覺得有啲似保惠爾牛肉汁，但係佢就係雞味嗰啲鹹嘅味道啦，或者似外國人烤完雞之後剩翻嗰啲汁出嚟嘅 gravy。我唔知道如果攞佢嚟煮我哋即係廣東菜呢係夾唔夾？但係如果攞佢嚟做拉麵嘅湯底呢，就 very good 啦。佢味道係幾似東京醬油拉麵嘅湯底。最後想為大家介紹不容錯失嘅潘記 WO sauce。點解佢叫 WO sauce 呢？因為傳統嘅 XO 醬呢係應該有帶子嘅，但係 WO sauce 呢就冇帶子成分，佢含有11% 嘅鹹蝦仔、4% 嘅蝦乾同埋5% 嘅煙肉。因為冇咗乾瑤柱，所以價錢亦都相對比真正嘅 XO 醬低。有 Great Taste 認證，含有 E Number， 英國製造。我第一次見佢呢，就喺 Selfridges 個網站度見到嘅，但係我卡度都有，真係好慶幸買咗佢。因為其實有時呢啲嘢呢咁貴呢，如果買咗返嚟係唔好食嘅呢，真係好抌心口噶嘛。味道少辣，但係好惹味，食到一條條嘅蝦乾，真係好似 XO 醬，而且超級好味。今個星期同大家講住咁多先，未訂閱我 channel 嘅朋友，麻煩幫我訂閱一下。多謝收睇，下星期再見，拜拜。